猪蹄，对不，这个猪肉，对，猪肉，猪蹄，对哦，对知道，这是什么？我说这，我不吃这个，我说我不吃这个，好的我吃这个。啊，行。哦，有一点辣。豆腐吗？豆腐，豆豆腐，面筋，面筋，对，不知道面筋，不知道，我知道豆腐，面筋，这个是面筋，面面，不是豆腐。哦，豆腐是豆做的，这是你有羊肉吗？什么？羊肉，羊肉？你有？有，在哪？在这儿。羊肉在哪？羊肉串，这个没有点，下午，下雨呀，下午，啊，它没有点，没有点了。不要，没有点。好的，呀，请给我这个。好的。呀，这个。你在中国很多年吧？我是老师，你是老师啊呀，我是老师，难怪的讲这么英文老师。啊我是非洲人，啊，哪个不是美国人。哪个国家啊？哪个国家？南非，南非的，在这边呀怀公啊，呀，在江苏大学我的同事，啊，你是不是在江苏海洋大学？呀 No. 不是， You want to eat it? 呀，我要去。Let me see. Oh my god. These. 中国美食太多了，听不懂，中国美食太多了，让他翻译。虫子好我吃，不明白你说什么。虫子好吃，来给我来一个虫。Chinese very delicious food. 哦呀，中国菜，好吃。你来中国太幸运了，能吃很多美食。这边一路上都是好吃的。多少钱？呀， 10块，习惯。你贵了，不贵，你这是太贵肉。了，你啥没学会？学会谈价。你太贵了。我是非洲人，我没有钱。收款4元。钱好不好吃？好吃的钱不是问题。你在非洲有的钱吃不到，知道吧？钱太多了没有。Yeah， 来，我去了。不是辣，这好吃，来尝尝手。不要这个，手弄点尝尝。给我。哎，对，尝尝。文人客的。好吃。 No, yeah, very good。不要，给我。来。没有。我有了，一点辣。啊。不要这个，不要，孜然。不要。是放在上就好吃了。我知道好吃，今天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好的。那个更好吃，哦，那更好吃。我去了，吃饱了。我要吃肉，你吃过臭豆腐吗？我要吃肉。要不要辣椒？不要。你刚才等着，好我吃的。在这边。